由澳門樂賢國際慈善會主辦，獲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及街坊福利會支持的聲動心弦唱響無限可能至叻先共融歌唱大賽初賽，於11月30日下午2時半在街總社福大樓2樓舉行。澳門樂賢國際慈善會會長馮琦表示，活動旨在透過音樂搭建共融平台，讓不同能力人士皆有機會展現藝術才華，實踐社會共融理念。賽事分設學生組與公開組，特設最佳服飾獎、最佳笑容獎及最受歡迎獎，邀請到資深導師葉磊、李永權、梁慧蓮擔任評委，從演唱技巧、舞台表現等多元角度進行專業評判。來自大灣區的評審團對賽事給予高度評價。珠海市特殊教育學校教師葉磊讚賽事互動性強，選手表演極具創造性與感染力。梁慧蓮及李永權肯定選手進步顯著。經過激烈角逐，各組別入圍名單及特別獎項得主順利誕生。